好，我係阿烏劉慧美。新嘅一年到啦，我喺呢度恭祝大家由1歲到100歲嘅朋友仔，大家都越嚟越聰明，越嚟越健康，越嚟越好運，恭喜恭喜！可以撳機網上祝新春，祝你幸福比順利還順。就用你手機輸出短信，不必舟車勞頓。祝各類生意今年更好，一切順景穩業鴻圖，獲利攀升不知幾多級數，廠家商家勞動財勞。祝各學生智力天天高，聽教育工努力課課也好，熟習各科不管中英數，恭祝考生考得更好。新嘅一年，我阿烏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恭喜恭喜！可以撳機網上祝新春，祝你幸福比順利還順。就用你手機輸出短信，不必舟車勞頓。就用你手機輸出短信，不必舟車勞頓。